係互相牽連啊，互相有影響啊。我其實都再想講多呢個互相牽連嘅補多少少。其實我哋而家成日都話點解要而家去超級市場買嘢？嗰個因為你愛唔愛膠袋啊咁。咁其實愛唔愛膠袋，我哋其實已經知道係因為同呢個北極融雪有關係喎。咁其實如果大家從呢個角度睇翻出去，就係其實我哋自己嘅行為啊、表現啊，去關心我哋嘅大自然啊、社會，其實係會影響到整個環境，而個環境係好似影響一啲好遠嘅嘢，譬如話北極嗰啲融雪。咁原來但係北極融雪同我哋地球整體嘅暖化，同我哋嘅氣候啊，同我哋人生啊，到我哋買嘅菜啊、餸啊，其實整體有關係嘅。即係原來所有嘢佛陀話係由因緣而去和合而成，咁所以唔可以話因為我既然你喺呢個地球出咗世，你喺而家喺度呼吸緊，你就唔可以將你自己同其他世間嘅事情獨立起上嚟。咁啊，包括咗你唔可以能夠從呢個金融風暴裏邊抽身，亦都不能同呢個大自然嘅大環境、氣候、環保呢啲嘢，我唔關我事。你將來去超級市場攞唔攞膠袋，你開幾多冷氣，你坐的士定坐地鐵定坐巴士，其實都影響緊個大環境啦。咁啊，但係我又想講下，如果好似我哋又有啲被動，人嘅生老病死啊，即係呢一個世間嘅無常變遷啊，好似冇乜符咁啊。咁到底其實喺人裏邊即係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面對呢個金融風暴啊，面對呢啲咁嘅困難，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同埋處理呢？點樣可以活得好啲呢？阿楊老闆分享下同我哋你嘅智慧好嘛？多謝曉光法師。我估計呢，即係響跟住金融風暴，唔單止金融風暴嚇，大家響過去幾廿年呢，大家都見過10年8年或者3、5年就會出現一啲事故㗎啦。咁唔瞞中，我響社會呢打滾咗幾廿年，我只係想同大家分享下，響呢啲潮上潮落，有好有壞，係點樣去應付嗰啲最困難嘅日子呢？響最困難嘅日子，我好多時呢，由於我信佛，我自然而然好多時都會諗起佛教之中達摩祖師，佢講個達摩祖師有4行，其中有一行就講報冤行。佢講當你遇到唔如意嘅事情呢，你就當作係報冤啦，因為佛教係講因果嘅。你欠債還錢，就自然個心態好一啲啦。做乜嘢你金融風暴會損失咁大呢？咁你肯定你以前可能有意無意佔咗人便宜，食咗好多免費嘅午餐，咁樣跟住今日呢，因此或有意或無意，我哋成日念經都咁講㗎啦，或記得或唔記得，食咗梗係唔記得嘅嘛，理得佢啊！但係你唔記得唔等於冇喎。同樣呢，你去爆工資，哇，搏命簽單碌卡，碌完卡爆單，又去大家銀行又申請一張，身上有10張8張卡，不斷碌，到有朝日月底啦，人哋追卡，有冇搞錯啊？成日追啊，追命咁咩？實際上呢，好多時因果。我哋或有意或無意，我哋或記得或唔記得，我哋以前做咗欠咗人哋好多嘅，而跟住今日呢，找數就自然好自然㗎啦。因此呢，達摩祖師第一就教我哋響4行之中係報冤行。因此呢個因果，當你知道呢啲都係欠債還錢、天公地道。因此呢，我往往一諗起咁樣呢，咁我個心態呢就平靜一啲。第二啦，
當我遇到不如意嘅事情，我又會諗起有句話，即係講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今時今日我哋呢，金融風暴好大件事，但係如果你諗諗1938年日本仔打到香港，我哋香港淪陷啦，嗰陣又好大件事。但係我哋而家嘅大件事，比起人哋幾廿年前我哋父親啊、我哋阿叔嗰代遇到嗰啲問題呢，我哋而家就濕碎啦。好啦，講得太遠，你楊超講太遠，有冇啲近㗎？有3幾年前伊拉克打仗，好在唔係打我哋香港。做乜嘢伊拉克打仗？你諗到我哋香港咁幸福，伊拉克呢嗰啲人嗰啲老百姓。喂，我哋嘅總統同意啫喎，咁我哋百姓何冤啊？我哋有咩唔妥啊？結果受苦又係嗰啲老百姓。好啦，又講啦，3幾年前又太耐啦，而家啦，我哋香港而家，我哋諗，喂，我哋而家叫苦喎，但係我自己有得食喎嚇，我哋而家有得住嚇，我哋有着衫又冇問題啊！我自己諗，我翻，哇！我成日睇報紙做咩？好似好周圍都唔掂。事實上我諗我自己有咩唔掂？我唔單止我自己諗，周圍嘅人呢，我哋事實上食係冇問題，着係冇問題，住係冇問題。政府又有好多社會福利嗰啲保障。但係我哋諗，而家響非洲，響好多貧窮嘅國家，佢而家食嘅係好擔心，住嘅係好擔心，衞生條件亦好擔心。因此我哋已經好過佢好多倍。咁呢，因此呢，當我一諗起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夜晚咧瞓覺，自己攞嚟搞嘅，如果擔心。好啦，呢個第二。好啦，第三，講呢就好容易，做呢真係唔容易。我點樣應付呢？第3招就係講，我哋佛教有一句話，就講放下自在。我哋呢，你留意一下，我發現而家講豬流感，但我發現包括我哋周圍嘅人，亦有一種流行病、心病啊，係咩啊？自尋煩惱。我哋自覺不自覺就犯咗呢個自尋煩惱嘅通病。頭先講我哋有得食，有得住，有得着，有咁好嘅社會制度，但係呢，我哋呢成日又要日夜憂，夜夜憂。本來呢，居安思危係應該嘅，自我突破又係應該嘅，但係呢，突破太多，憂得太多，影響自己嘅家庭，影響自己嘅身體呢，我認為就冇咁必要。即係等於講，我哋冇嘢食嘅時候，一日我要食2餐至3餐係要嘅。但係我食得太多呢，到時可能要減肥。因此係憂呢，開始係要嘅，人要努力上進，係嘛？要先天下之憂而憂。但係憂得太多呢，咁呢就係自尋煩惱啦。咁要應付呢個自尋煩惱嘅呢種流行病嘅方法呢，就最好呢就放下。只有放下先能夠自在。好啦，頭先講放都放唔落喎。當我自己放唔落呢，我就往往就會去行下山啦、游下水啦、旅下行啦，或者約幾個朋友吹下水，暫時頂頂，咁樣呢就解除呢啲呢住情緒最唔好嘅時候，或者自己呢冇辦法過嘅時候，一般呢只係響低潮嘅時候，我基本上係用過3個方法嘅。多謝梁生。大家記得下嗱，食少少 OK 嘅，食得多要減肥。煩惱少少擔心咧係 OK 嘅，係令你精進。但係煩惱太多咧，亦都要幫煩惱減。阿馮生，你可唔可以分享下到時譬如話我哋睇投資上邊諸如此類又點樣去睇咧？可唔可以就分散投資下點樣去？
我頭先咧今日好多謝空師請我嚟，因為頭先恩師同楊生講嘢咧，都令我開心咗好多，因為我自己都損失慘重嘅。唔會係嘛？即係都喺今次都係你有啲存款都可能喺啲外幣都可能唔見咗幾成嘅。咁但係咧，我覺得頭先恩師同楊生講得最重要嘅就係咧，我咧就覺得其實嗰啲博士生咧喺度研究出呢啲 CDO 啊，或者係整到即係呢個迷債嗰啲，其實嗰啲始創人咧，即係始作俑者咧，佢哋都係因為極度貪咧，就迷失咗自己嘅。我希望咧，作為佛教徒嘅我哋，雖然有買迷債咧，或者損失咗，都抱住慈悲心咧，係唔好太過增加怨念怨佢哋。佢哋都係喺極度貪婪之下咧，係迷失咗自己嘅。佢當日我諗3年前都冇人諗過雷曼兄弟會執笠嘅。咁但係咧，話時話，我哋應該抱住依法依合理嘅心情去追討，就唔好用怨念去追討。我希望即係佛教徒就做到呢樣啦嚇。咁咧就另外咧就係我覺得，譬如頭先楊生都講，大部分人咧，因為今次金融海嘯始終都唔係我哋唔係個風眼嘅。其實你睇好多人咧都慢慢將啲錢咧係喺海外，既然某大銀行、某大美國銀行、某大美國保險公司啲股價可以跌翻得翻幾毫子1蚊，香港人好有錢，今次又冇買咗太多 accumulator 嗰啲人咧，accumulator 嘅人咧，其實睇到好多人都將啲錢調咗翻嚟香港啊，買下樓啊，或者買下啲商廈咁樣嘅。咁所以睇到其實香港人整體個財富咧，好似楊生咁講，其實今次比起好多地方咧都係幾好嘅。咁咧希望咧，但係當然我哋亦都係個社會好似頭先恩師咁講，嗰條船入邊有人就嚟，有人已經跌咗落海，有人已經喺海度攀住個船邊嘅。如果你仲係坐喺隻船嘅，又係佛教徒嘅咧，我諗就可唔可以拉翻啲人上嚟啦？係有空餘嘅力度。咁我其實兩位講咗之後，我覺得我自己都開心咗好多先。好，寬文法師有咩同我哋分享？在佛教裡頭說，這財富啊是五家所有，官府所有，盜賊所有，不孝子孫所有，水災火災所有。所以呢，我們只有把錢布施出去，財富才會越來越多。我相信楊居士有很多大方法。有一次我問他，金融風暴對你有沒有影響？他說沒影響。可能是你以前布施多了。他現在也在廣做布施，每年呢布施超過1億港幣。所以說你布施的多，回來的就多，明着出去，暗着又回來。希望你呀也越來越多。他也跟我說，他在幫釋迦佛管理財富。佛管財富的人，哪會不會越來越多呢？好多謝法師啊！咁其實頭先咧就幾位講者，我相信可以即係總結下就其實大家都係即係要有一個知足同埋感恩嘅心嚇，即係雖然喺人世間裏邊，我哋都冇辦法獨善其身喺呢個大嘅風暴裏邊啊，喺呢個環境裏邊，你都好難話唔受到影響。咁既然受到影響之中，咁識得去感恩同埋知足都係令到我哋自己內心世界有一份嘅平衡，有一份嘅能夠安樂去啦，安樂活下去係好重要。咁但係阿馮生頭先亦都係講到一個喺我哋佛教好重要嘅概念，就係慈悲啦嚇。慈悲裏邊包含一定包括埋諒解。咁其實我相信係冇人去刻意去害嗰啲迷債嘅債主嘅，而只係因為佢自己嘅沉迷啊、執着啊嗰份嘅無知，而因貪心而做咗一啲債券出嚟，損害到其他人。咁佢本身係無惡意，不過喺佛教嚟講，我哋喺佛教嚟講啊，基本上冇乜罪人。佛教嚟講，只有好多蠢人同埋貪心嘅人，而令到對方受苦。咁所以我哋喺12因緣，第一個我哋要對治嘅就係呢個無明，無明會引生貪。咁所以希望咧，就喺我哋呢個金融嘅問題裏邊，我相信就學得識得感恩啊、珍惜啊、知足啊。
亦都係因為你會諒解有慈悲咧，我哋會想整體成隻船先至會健康啲，同埋會平穩啲過渡嘅。咁我其實想帶出少少，其實呢個平淡或者你可以平淡知足係一定會帶出咗一個幸福同埋安樂嘅。咁我一定要問一問阿平叔啦嚇。阿平叔以前咧，大家都可能知道係我哋香港政府嘅司級官員，即係一人之下就萬人之上嚇，大權在握嚇。我聽佢講話個幾廿萬公務員嘅加薪啊減薪啊，都係由佢而去負責。咁亦都係我個教育局，我哋所有嘅同學嘅啲老師啊，都係由佢管。咁佢一下子就變咗兩袖清風，而家又走去跟我哋喺大學裏邊同我哋搶食啊！咁唔係嘅，我諗佢都唔收錢嘅。不過但係見佢好開心、好安樂，得閒就講下嘢，諷刺下邊個，跟住又嚟喺啲佛教裏邊同我哋風花雪月一輪，好安樂自在。點樣呢？阿平叔點樣可以能夠一下子放下呢個權勢，而去再喺呢個平淡之中尋找安樂呢？我諗我今晚呢更加安樂，更加幸福，因為聽咗阿恩師啊同埋咁多法師俾我咁多啟示啊。就其實呢，你講到好似我好威，其實我不嬲我都唔覺得自己幾威嘅。咁所以你話問我講下權力啊，以前你點樣威咧？咁我要諗下點樣威先得㗎喎，因為我自己唔係好覺㗎喎。咁我終於諗到兩個例子咧，哇，都幾威㗎喎嗰陣時咁樣。咁我可以話同大家分享下啦嚇。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有一次去開會咧，就係成班地產商。咁我一入去嘅時候咧，咁有一個唔知點解見到我咧就企起身，咁跟住個個都企起身。咁等我坐低，佢哋先坐低。咁我嗰陣時諗下，哇！呢地產商加埋咧，可能都接近1000億身家噶咯喎嚇！咁威喎，原來我都咁威喎，去到嘅時候個個企起身噶喎咁樣。你而家先知咩？好威㗎你！係啊！咁咧就同時咧就諗翻轉頭咧，即係我嗰陣時我做政府，我打電話俾邊個？唔好講阿楊超一定聽我電話啦。即係其他我唔理佢有幾多錢啦。如果我話打佢電話俾佢嘅時候咧，都冇話唔聽，而家我唔敢試啦。可能因為我就睇過有一個古仔啊，有個退休嘅公務員咧，以前有個有錢佬咧就話認係佢親戚或者咩疏堂乜嘢，咁佢信為以為真，咁退咗休之後打電話去嘅時候咧，個秘書話：喂，你邊個揾佢啊？咁樣，咁啊結果梗係冇咗下文啦咁樣。咁所以我而家楊超，我而家都唔係好敢揾嘅啦，其實。咁另外嗱，如果講另外威嘅事咧，都有㗎。我記得我代表香港去唔好講咩國家啦，即係起碼就俾香港落去國家去出席啲部長級會議。咁咧通常部長咧就梗係有個司機，有個保鏢，24小時恭候㗎啦。咁咧就有一次咧就話：喂，我想去買啲嘢咁樣。咁嗰個地方係好塞車嘅。咁我話算啦，唔買啦。佢話唔得，我哋有責任要幫你買到嘢。於是咧就截停對面車，咁我嘅車咧調翻轉行嘅。哇！我嗰陣時我覺得真係做咗好多惡業啊，真係好多惡業，即係可能即係成個鐘頭嗰啲人塞車，不斷係鬧緊我都未頂。咁所以如果你話威都係幾威嘅，咁但係。可能或者我自己嘅性格咧，其實即係如果唔係出席呢個會咧，我都唔會諗下點樣威法咧咁樣。因為其實我即係出生咧，就絕對唔係含住乜嘢銀匙出生。我記得咧，就我一路到咗大學畢業，我都冇一張床瞓，我都係同我啲兄弟咧。細個嘅時候咧就多2個瞓，大個咗咧就都係一張碌架床，上下碌架床，可能啲小朋友或者都未必知道係點樣噶啦，上下。咁我同哥哥咧就分上隔半張床，一路到大學畢業咧，然之後即叫做揾錢啊！嗰陣時有錢啊嘛，咁嗰陣時咧就都叫做可以即係自己瞓翻張床啦咁樣。咁但係我亦都唔覺得有咩特別，
咁退休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就都幾開心㗎，因為我諗住退休去做咩嘢咧？可能其他啲人諗住退休，唔知開或者揾嘢做都未定喎咁樣。我退休其實一件事嘅啫，就我去讀個佛學。咁啊，好在正恩師就收我嚇，讀完啦。咁我讀完，咁咧就同埋咧頭先阿正恩師講得好啱嘅，即係話講到嗰個社會責任。其實我以前我喺政府度做，可能或者好多嘢都做得唔好。如果在座有啲公務員或者都唔係好中意我咧，就係話點樣減人工減幾次啊咁樣，減人又減由10-20萬減到16萬。咁但係我嗰陣時我係對得住自己良心，我覺得嗰陣時無論係減薪又好減人又好，其實唔單止對社會好，對公務員都係好嘅。起碼公務員嗰陣時俾人鬧少好多啦，係咪？咁離開咗政府，頭先恩師講社會責任，咁我去大學教書，居馬費嚟嘅咋，冇錢，唔使擔心，唔會同你哋爭飯碗㗎。咁有時亦都係寫下報紙，評論下時事。咁但係咧就評論時事咧，其實都係本住一個積極嘅心去做。雖然有時我講説話可能又係即係俾嗰啲傳媒誇張咗啦，其實我絕對對政府任何我嘅舊同事又好，特首又好，邊個好咧，其實係完全係冇惡念，亦都唔應該有惡念嘅。如果唔係點樣你去學佛咧咁樣，都係希望咧係社會好啲，希望我提咗觀點出嚟咧。係對政府、對社會、對讀者係有啲幫助。咁所以今次嚟咧係更加深咗我嗰個係睇法咧，就做人咧就你無論喺咩位置咧，你有咁嘅權力、有咁嘅身份、有咁嘅金錢，係好事嚟嘅喎。我覺得你唔需要覺得係唔好事喎，只不過你就要利用自己嗰個權力，利用自己嘅身份，利用自己嘅金錢去做一啲係有益社會、有益其他人嘅事。咁好似恩師講嘅時候咧，你幫到人咧，亦都係幫到自己。咁到我而家離開咗政府，或者冇咗嗰個權力，冇咗個身份，冇乜所謂㗎。我可以喺第二個係崗位度可以做到咩就做咯，係咪？咁如果有一日兩間大學話：喂，你教得好渣，唔好教啦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我教唔到大學生，或者我有機會嘅時候教下中學生都得嘅，係咪啊？咁如果將來我孫出世嘅時候，未啊，而家未有啊，咁啊或者可以教下佢啦。咁所以我覺得咧最緊要咧係無論喺乜嘢嘅位置，都係安安樂樂、舒舒服服咁做。雖然我講咁多咧，其實可能我每日都未必做得到，咁但係我咪每日都係盡量去學多啲，盡量做多啲啦。譬如頭先講到食素咧，好慚愧啊！我而家都未係食素㗎咋，耐唔中先係食素㗎咋，我都係食肉多過食素㗎咁。但係起碼咧，我學識咗咧，就起碼我就唔會懷一個好恨食嘅心去食，就唔會話呢隻雞唔肥我唔食，呢條魚唔唔扎跳我唔食咁樣。我起碼我就唔盡量希望咧係慢慢係培養多一啲係平常心，多啲係放下、舒服、慈悲嘅心。咁今日你哋嚟，其實我嚟咧亦都係好開心，因為我覺得我嚟咗之後嘅時候咧，可能我聽日咧或者比今日嘅我咧進步多咗少少，可能個無名都係有㗎啦，或者都係開翻少少啦。多謝你，法師。阿楊生，或者你又分享下權力同埋金錢係點樣去處理好咧？
我估計呢，就係黃局長，以前我哋嘅叫稱為黃局長，而家係黃教授。佢講嗰隻，因為我識佢都好多年㗎啦。以前響我識嘅，響回歸10年，回歸嗰陣，你知道一回歸響回歸開始10年呢，有好多唔同意見嘅。嗰陣做官呢，真係我哋響台下呢，就戥嗰啲做官嘅辛苦。咁我一見到嗰隻做官真係唔好做喎嗰陣，咁我就冷眼旁觀，見到我哋個黃局長呢係自由淡定，因此呢我呢就一傾開偈，佢成日有一句口頭禪：平常心是道。因此咧，我發現佢能夠應付呢，佢對佢有一個信念，就講平常心是道。呢點呢，能夠令到佢嘅工作做得好呢，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既然佢講，佢成日都個意念提自己講平常心是道，因此呢，我亦相信佢冇捉佢嘅權位睇得太重。同樣嘅，今時今日離開公務員系統，冇做局長，因此以前呢，佢做官。佢就不以為然，跟住今日做教授，做翻一個台下啦。咁我認為呢，佢都個心態平常心是道。以前冇得，即係唔係得咁多佢自己。今時今日，我亦認為佢個心態呢，亦唔會失去咗好多。因此呢樣嘢呢，始終呢，知唔知啊？即係我估計呢，由於一個平常心是道。係我哋佛教乃至禪宗其中一招好厲害嘅招數。我當年呢，見到我哋嘅黃局長能夠運用呢一招呢，我真係幾佩服佢。今時今日，我見佢以前就以平常心是道，而家呢又用個平常心論證。呢樣嘢呢，我估係呢，就事實上呢，呢樣嘢真係局長或者而家教授佢嘅經歷呢，係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作用俾我哋嘅。法師，你係咪有啲同我哋分享下？我呢剛剛跟盈空法師從英國回來，去英國離開前一天呢，倒是有一批官員呢請我吃飯，當然還有其他很多人呢。但是呢，他們看到是我只是唯一的一個出家人，當時呢很高興，他就說：聽說佛法很好，很高深，你能不能講一點佛法給我們聽聽？當時我就跟他們講，我說你想聽真的佛法還是假的佛法？他說真跟假有什麼區別？我說聽假的佛法呢，會把你說得很開心；要聽真的佛法呢，心裡會有點不舒服。他說我還是想聽真的，不舒服也沒有關係。然後呢，我呢後來就跟他講了一個小故事，就是講了一個老鼠的故事，我覺得蠻好的。那麼他的故事是很有意思，他是一個老鼠，從小覺得他與眾不同啊。然後他媽媽說了他幾句啊，他就離家出走了。出走以後呢，就會到了一個佛廟裡面。把一個家就安到了一個大殿上，大殿他的老鼠屋的下面啊，就是一個佛像，就是大殿裡的佛像。他剛開始的時候啊，看到很多人拜他，他不習慣。後來時間久了以後啊，他終於明白，他說：你看呢，我本來就不是一般的老鼠，我本來就是一隻神鼠，這麼多人拜我的嘛。正他得意忘形的時候啊，地震啊。那個老鼠都會就掉下來了，那麼天天拜他的人看到了以後啊，他又變成過街的老鼠啊，人人喊打。那麼這個時候一隻野貓抓住他了，就咬到嘴裡面。這個時候老鼠呢還有一點點的自信，他說：你不要吃我啊，我是一隻神都拜我，你這野貓算什麼？可能這野貓就告訴他了，他說：人之所以拜你，不是拜你，而是呢拜佛呢，因為啊你站到佛的肩上。所以講到這兒呢，那個官員呢
不讲话。过了好一会儿，就问我一句：“你是不是说我是老楚？”这一个呢，就是我就想到这儿，就想到爱因斯坦说一句话：“我们呢是站到巨人的肩上，却有今天的成绩，对吧？”所以呢，无论是我们王先生的所谓以前的局长，他就是一个肩，对吧？人有钱、有地位、有荣耀、长得好看，这个呢都是一个台阶。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去掉的时候，你还是你，打回原形。佛家里面说，如果你能把名利、荣耀、地位，所谓的各种各样的附加的东西，把它都去掉，看看你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啊，你呢就是无论是生活还是处事为人呢，心情啊就会强和的。你还是你，好，謝謝。好，謝謝老師。頭先恩師講嘅説話咧，我突然間有啲説話咧想回應一下咧，因為點解咧？我其實屬鼠㗎。佢個古仔好有意思啊！點解咧？可能因為我係屬鼠，我做政府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唔覺得自己有幾威，咁所以唔係話好似故事